各位，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委任張永霖做執行主席，而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就出任行政總裁。佢哋話亞視未來會針對中產同埋高檔客戶，短期目標係做到收支平衡。而被問到係咪會裁員，王維基話會先用2-3個月了解公司嘅情況先至決定，但係集中點並唔係會唔會裁員。現階段先要挽回社會同埋員工對亞視嘅信心。先由黃亞宇報道兩位新管理層喺記者會嘅發言。新任亞洲電視執行主席張永霖同行政總裁王維基下晝3點半見記者嘅時候，開場白就話公司需要改革。日後嘅亞視咧嘅發展呢，我諗集中會喺中產嘅階層同埋高檔嘅客戶嘅發展。我哋希望呢係對香港嘅觀眾呢係提供多一個非戲劇性，即係非劇集類嘅選擇。佢哋話公司嘅情況嚴峻，當中有危亦有機。正係因為我哋冇成功嘅包袱，我哋好樂於改變。如果我哋今日係好成功的話呢，係唔可能有任何改變，個改變嘅阻力會更加大，去做任何創新嘅嘢呢係更加困難。但係今日呢間公司嘅環境呢，係造就咗一個極之好嘅環境，俾我呢一個自以為自己好具創意嘅人呢嚟到呢一度呢，係希望有一個好大嘅發揮。現階段嘅首要工作係要挽回社會同埋員工嘅信心，亦都期望改善公司嘅文化。被問到會唔會裁員，王維基就話要面對現實，唔想有任何希言。不過集中點唔係裁員。如果只係純粹為咗從 financial 嘅角度，我諗減幾百人呢係唔出奇嘅。因為為咗咪收支平衡啊嘛，咪減咯，唔理長遠發展。咁我頭先我已經不斷強調，如果老細係諗住咁樣咧，純係為咗咁樣咧，你唔好搞我。我會用2至3個月時間再深入去了解分析。咁我今日我強調話，我唔係迴避你嘅問題。不過我今日同你講為300，因為係加300，又減300，其實係冇意思嘅，因為根本我唔知。執行主席張永霖透露，佢估計多年嚟亞洲電視虧蝕超過50億，佢期望短期目標達至收支平衡，長遠期望可以上市。不過就承認唔可以不斷靠股東注資。查先生查氏家族從來冇對張永霖講過唔會注資，只不過亞視將來係唔應該盼望股東唔淨止查先生不斷注資嘅。我哋嘅生存一定要靠自己，靠自己嘅本事改善我哋嘅收視率，增加我哋嘅收入，就唔係純粹靠任何股東嘅支持。王維基就話亞視應該靠自己，唔應該靠北方資金支持。就算有北邊嘅支持，我都唔會要，因為呢啲係唔長遠嘅，呢啲係個根基打得唔好嘅。我嚟嘅係打好呢度嘅根基，我唔係想攞即短暫嘅光輝。王維基現時身兼城市電訊同香港寬頻嘅主席，香港寬頻亦都有提供新聞頻道。被問到亞視同香港寬頻嘅新聞部會唔會合併，王維基就話新聞嘅獨立性好重要㗎，暫時冇呢一個方向。咁至於2個台會唔會整合節目喺商戶嘅平台上面播放呢？王維基亦都話暫時冇呢一個打算。王維基又話會繼續出任城市電訊嘅主席兼執行董事，但就會減少參與公司嘅日常管理。亞洲電視記者黃雅宇報道。張永霖同王維基從事電訊業務多年，佢哋對亞視嘅前景都好樂觀。由鄧俊輝講下兩人嘅履歷。好嘅情況之下呢，人稱打工皇帝嘅張永霖處理過一次又一次危機。93年國泰航空機艙服務員工潮，身為香港區高層嘅張永霖主力處理。到佢過咗香港電訊做行政總裁，又遇上金融風暴。98年經濟不景，公司要佢裁員2000，佢一口拒絕，提出減薪。帶到員工不滿，
不過最終都俾張永霖化解咗。2000年8月，盈科數碼同香港電訊合併，張永霖擔任電盈副主席，直到04年2月，先由商業戰場嘅前線退落嚟。張永霖話過，自己人生唔係一帆風順，要靠努力先至會成功。王維基一樣係，佢80年代喺中文大學畢業，曾經喺大型嘅電腦公司做過嘢，係年薪過百萬嘅最佳營業員。之後佢移民加拿大，擺個地攤，帶得呢個國家創立咗城市電訊。翻到嚟香港，佢再辦香港城市電訊，發展長途電話業務。當時好多人移民，為呢一盤生意提供咗發展機會。佢之後更加涉足寬頻上網、電話同埋數碼電視服務，透過嚴格控制成本，令佢哋有能力以較低價吸引顧客。但近年電訊業嘅競爭激烈，城市電訊亦都面對過困境，一度虧損，但係而家已經轉虧為盈。亞洲電視記者鄧俊輝報道。